子瑜，请下来一下。兄弟姊妹平安，圣诞恭喜！耶稣降生是伫2000多年以前的代志，但是到伫今仔日，咱犹原用欢喜高跳的心，伫迎接主耶稣的降生，因为伊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伊对咱死路的拯救是万世代拢袂变化的。来，咱来读点圣诗91首。先401首好。这首咱真熟吼，对主要落去嘛吼。这内底敢若是第3节，上帝创造鸟只花木，莫唱花木，无共款吼，花木。以及万项万米逐项吼花木，好来，咱来吟第1节就好。你要看到赤鸟半路，你可怜因艰苦，你呀你听细只鸟啊，你呀稳当听我，你要听我。我在天边听我在听细只鸟啊，天边稳当听我。好，咱过来看91首。圣囝耶稣对天降临。这内底歌词就有真侪爱所注意的所在吼。我甲读一遍吼。圣囝耶稣对天降临，为咱世间有罪的人，天顶地下开声来吟，俄罗圣主真侪咱人。第2节，耶稣降生，困马槽内，这个所在咱有常唱马槽呢。这是马槽内，因为到后壁的所在是有押韵的所在吼，无嫌地上卑微所在。来，天君天使，天君天使，你嘛天君天使吼，天君天使，作乐作乐和谐，天君天使作乐和谐，好听教曲流传万代。第3节，降生迄暝，旷野牧者，大家周见。大家周见，故音，迄个音是读音嘿，请咱注意吼，故音扬群，天使降临，报因知影，去看救主面貌温顺。第4节，救主消息传到东方，遐有博士举目看天，主显金星奇异，迄个异有偏空的音吼，注意奇异真光。因对真远也来拜伊，好，咱来吟第1节就好。
心来礼拜。恁着摇花唱新的歌，全地拢着摇花唱歌，着摇花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咱来吟信诗学乐，信诗第401首，信诗第401首，天父看着七照跋落，请咱起立来吟。继续徛地，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白信仰。咱同齐来告白。我信上帝，上帝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人内受苦。
顶12個死埋葬羅營府。第三日對死人中國話上天，打坐佇全人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對遐倒來審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我信神，共同的教會，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體國我，永遠的活命。阿們。請坐。來交讀啟示文17篇，啟示文第17篇，佇信息後面第32頁，信息後面第32頁。咱三個來啟示，萬軍的耶和華，你徛起的所在，怎樣遐通意愛？我的心神亂無耶和華的殿宇到昏去。我的心腸，我的肉體，向我的上帝求救。萬軍的耶和華，我的王，我的上帝啊！色鳥啊，為着家己找到一個厝。伊啊，為着家己找着父囝的手，就是佇你遐的祭壇遐，徛起佇你的厝的，迄互人有福氣。因要直直學落你，伊的力在佇你，伊的心意錫安的大路下，迄互人有福氣。伊經過流目屎的山谷，互伊變做水泉的所在。閣有秋天的雨的福氣。甲伊看滿，伊哪行開力哪加天。人到錫安朝見上帝。萬軍的耶和華，求你聽我的祈禱。雅各的上帝啊，求你壓耳孔來聽。做阮的盾牌上帝啊，你著看。看你受我油的一面。佇你的殿宇住一日，較好1000日。寧可佇我的上帝厝過門，較好踮佇歹人的布邊。因為耶和華上帝是日頭，是盾牌。耶和華賞賜恩惠甲陽光。伊毋捌留一項好物，保護遐個行正直的人。萬軍的耶和華，倚靠你的人有福氣。咱同心來祈禱。親愛阿爸爸上帝，阮感謝你賜予阮你的獨生囝來救贖罪人。當阮佇慶祝聖誕的時，求你幫助阮，毋好袂記你偉大的疼，你賞賜無盡的疼，佇阮的性命，互基督的身軀甲保護成做救贖。阮要學習你的心意來徛起。努力佇生活中實踐疼人的價值，求主幫助阮，踮佇任何的境況中，攏會當來見證你對世間人的疼。有時，阮會拄着困境，甲艱難，求你賞賜阮有勇氣來面對試煉。你親像真光，進入阮的生命，互阮無顧佇踮佇黑暗中失迷。阮若要找出永遠真理的道路，求你幫助阮，袂忘記你的疼。願你能力佇阮的身軀顯現，互人看見阮就看見你的光。願你的降生帶互人有平安，願你的救贖帶互人有盼望，願你的榮光尊貴直到萬代。阮安尼祈禱，攏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讚美，生活對要獻的詩歌有印佇咱的新書單內面，咱會當佇生活對的唱的時陣，咱來看歌詞。
咱着快乐大声来吟诗，来看上帝大阳光，着来陪伴来庆贺，咱通三个来学乐，荣耀主降临。咱来领受上帝话，咱上帝话记载伫圣经《路加福音》第1章46节到55节。咱掀开圣经，还是手部后面有印这个圣经节。请咱做伙来看，我来公读《路加福音》第1章46节。玛利亚讲：“我的心尊敬主最大，我的心因为救我的上帝来欢喜，因为伊看过女婢的卑微，对打以后，万世代要讲我有福气，因为迄个有权能的为着我做大的代志，伊的名是圣，因为伊的人伊怜悯因到代代，伊捌用伊的手出开力，心智骄傲的人，伊有赶散因；有权能的人，伊律因的位；卑微的人，伊称因最悬；枵的人，伊用好米，互因食甲饱；富的人，互因空空倒去。伊辅助伊的奴仆以色列，来纪念怜悯，照伊对咱的祖所讲的话。来示露互亚伯拉罕甲伊的后裔到因世代。今天课堂礼拜，我再用华语好念一次。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因为那有全能的为我做了大事，他的名是圣的。”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他改善心里妄想的狂傲人。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他叫饥饿的饱餐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不忘记施怜悯，正如他对我们的列祖说过。怜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好，今天牧师要正道的题目是玛利亚的颂赞。但时间到，牧师。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是的，主，我们要把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要看见；我们也要把我们的耳朵打开，主，我们要听见。我们要听见天使传报主耶稣基督诞生的好消息，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大能，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发生的这样子奇妙的美事，这样子的见证。主啊，主，愿主你的荣光能够世世代代永传，也愿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世世代代见证主你的恩典与慈爱。求主你今天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好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你里面重获新生。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诗歌的吟唱在礼拜当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程序。在台语堂的礼拜里面呢，我们所吟唱的诗歌，比如说刚才我们一开始所吟唱的信息歌，是属于传统已经流传好几个世纪的诗歌。那么我们在华语礼拜的时候，我们也会用当代的音乐，以当代音乐为主，有自创的一些现代音乐的颂赞诗歌。不论是传统音乐还是现代音乐，这些诗歌都是为了要让全会众所有的信徒能够对上帝的话以及上帝的灵有更深刻、更敏锐的领受。今天的经文段落也是一首诗歌，在我们和合本的圣经里面，它会有一个标注，一个标题叫做《玛利亚尊主颂》，尊主颂，或者是我们今天和合本修订版有叫做《玛利亚的颂赞》。
今天的经文段落是玛利亚领受圣灵感孕之后，她愿上帝的旨意在她的生命当中来成就，发自内心她对上帝的颂赞。但是玛利亚的颂赞，却是在她人生当中最迷惘、最不确定的一个时期。怎么说呢？她身世非常的贫穷，她的未婚夫也是贫穷。还有，她又未婚怀孕，因为她圣灵感孕嘛，她其实还没有过门。好，他们只是未婚夫妻的关系，还没有过门，但是圣灵感孕她就在世人的眼前，她是未婚怀孕。在那个时代，有暴虐贪婪的希律王当政，还有在那个时代是宗教领袖在信仰道德各方面都败坏的一个年代。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玛利亚从她的内心发出对上帝的颂赞。在这样的时刻，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在看似完全没有未来可言的这样的日子，她没有向上帝提出条件，她没有向上帝说：“主啊，你要我未婚怀孕可以，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但是你是不是应该先把我环境上的难处先给挪开呀？好歹让我的口袋稍微深一点，或者是让这个希律王这个暴虐的希律王这个暴政可以马上被革命成功被推翻等等之类的。”玛利亚没有这样子对上帝提出交换条件。玛利亚凭着对上帝的信心，她愿意从她自己的生命开始做一个重大的翻转。在那个时候，她相信即使环境如此险恶，即使她看似身不由己啊，上帝都找上门来了嘛，天使都来跟她说这样子的一个信息了，但是因着上帝的介入，因着耶稣的恩典，她的生命，她相信她的生命可以因着上帝变得不一样。因着玛利亚如此的信靠，她才能全心全人的投入她对上帝的颂赞。借着这样的信心，玛利亚用全人的投入，她顺服，她度过那艰难的怀孕过程，一路走进那不堪入目的马房啊，就是她的待产室。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讲台上的装置又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变化。在上个礼拜，玛利亚、约瑟还怀着身孕，还没有走到马房，他们甚至于还没有找到马房，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让他们安心生产的地方。东方博士呢，他们也还在他们的国度里面研究着星象。今天不一样了，救主基督诞生。约瑟带着怀着身孕的玛利亚，走进那不堪入目的待产房里面，在马槽里面生下圣子耶稣，把他安睡在马槽里。东方博士也发现了有一颗特别明亮的星，他们准备要从他们的国度启程，前来敬拜这一位特殊特别的君王。这个画面我不晓得大家看了有没有很震撼。耶稣的生跟耶稣的死都在这个画面里面。耶稣生在马房，死在十字架上，这是耶稣的一生，他道成肉身的一生，他向我们恩典，他的爱是如此的真切，他愿意这么卑微的生在马槽里，他愿意为着爱我，因着爱我们，他愿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玛利亚她用行动回应上帝的拣选与呼召，而上帝也确实顾念他使女玛利亚的卑微，用他的全能的圣手引领玛利亚一步一步的
从拿撒勒走向伯利恒，平安的在马房里生产。圣子耶稣果然包着布睡在马槽里。玛利亚原本就艰困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因为她生下了耶稣而有所改变。那些听到天使报佳音跑去来一探究竟的牧羊人，他们也没有因为这样子就变得富有。希律王依然气焰高涨，宗教领袖依然在那个时代作威作福。那么玛利亚的心里到底她在期待着什么，以至于她可以凭着信心唱出有权柄的将要失位，卑贱的将要升高，饥饿的饱餐美食，富足的空手回去。在我们今天的经文段落里面，他凭着怎样的信心可以唱出有权柄的要失位，卑贱的要升高，饥饿的要饱餐美食，富足的要空手回去？圣灵感动玛利亚所唱出的这样子的颂赞，是从过去、现在到永远都存在的现况。只是那不是用血气来领受的，那是要靠着圣灵才能领受。意思是，那些位高权重的人，若是离开上帝的道路，必定会失去民心，必定会遭受上帝的审判，就像希律王。而那些愿意跟随耶稣，必定会看见一条新的道路。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不论他们的身份高低、富贵贫穷，只要是在耶稣基督里活着，就会活出他应有的价值与光彩。而这样的生命，即使在世人眼中看似卑微，也必因着耶稣被升高。因为再大的黑暗都没有办法让真光来消失，甚至于我们要说，越是在黑暗里面，那个真光更加的明显耀眼。耶稣的降生不只是对玛利亚有意义，不只对牧羊人、对东方博士有意义，他对我们也有着极大的意义。在玛利亚知道她与耶稣的生命无法分割的时候，当她知道她的生命跟耶稣无法分割的那一刻起，她就默默的期盼。她期盼耶稣，不论是在她的怀中的时候，在她肚子里的时候，还是她生出来抱在怀里的时候，玛利亚都默默期盼耶稣能渐渐的成长。她盼望耶稣必会将她生命中一切黑暗的势力来赶散。她不再因为她卑微的家世来胆怯，她不再为了环境的动荡而担心受怕。就在耶稣跟她的生命不可分割的那一刻起，她立定心志要尊主为大，她的一生都要服侍主耶稣基督为乐。弟兄姐妹，那我们呢？我们愿不愿意一生都尊主为大，一生一世以服侍我们的救主上帝耶稣基督为乐呢？在欢庆圣诞的赞美声当中，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确信？我们是否确信主耶稣基督确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掌权？还是说我们的眼目仍然喜欢看环境的变化，而忽略了自己内心的生命状态？昨天刚好有全民公投，许多人尽了自己身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但是身为基督徒不应该仅止于如此。牧师要说清楚，你们要听清楚哦。身为一位基督徒，不该仅止于如此。基督徒不该只停留在对未来环境变动的发展，我们需要关注，我们需要关注我们的社会，我们需要关注我们的国家，关注这个世界的脉动跟发展。但是在耶稣基督里，不该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在耶稣基督里，不该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因为基督徒所依赖的不该是世界的环境跟政权。
基督徒所依赖的，我们所仰赖的，不是这世界环境变得好还是变得不好，不是世界环境变得好我们就大有盼望，也不是世界环境变得很差我们就完全没有盼望，不是的，我们仰赖的不是这个。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不论政权如何更迭，不论环境如何变化，我们是要更深的依靠上帝，仰赖他的全能，就像玛利亚的颂赞。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在进行投票、使用我们公民权利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反而更要谦卑，更要谦卑的省察自己，在投票的那个当下，或者是在投票之后，开票结果的那个时刻，或者是以后，我们的心是否是狂傲的？我们要谨慎思考，在那个当下，在那个之后，我们的心是否是狂傲的，还是我们仍然能够保有对上帝的敬畏？我们投下神圣的一票，我们看到开票结果，我们是依附权势、依附党派，还是应该尊主为大？我们是否有像玛利亚在祷告当中反复思量，并且按着内心的平安去做选择呢？我们所期盼的救世主弥赛亚，到底是希律王以及那些宗教领袖所认定的君王，还是玛利亚心中所期盼的那一位君王？弟兄姐妹，我们无法像上帝一样遍察全地，因为我们不过是个有限的人，我们也只能在自己的有限当中做选择。我们都没有办法打包票说，我今天我投了这个票，我今天做这个选择完全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没有人可以这样打包票，我们只能说，若上帝愿意这样子成就，那我愿意顺服；若上帝照着这样子来成就，那感谢神，等等之类的。我们还是要把上帝放在首位，我们还是要把上帝放在首位。就像婴孩耶稣，他只能卑微的躺在马槽里。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婴孩耶稣，他依然只能卑微的躺在马槽里，仰赖上帝的大能。但上帝却用婴孩耶稣这个记号，把那些心里妄想的狂傲人泼了一头冷水。那些心里妄想的狂傲人，期待的弥赛亚，期待的好像革命军冲锋陷阵，那个可以打败希律王政权的那些人，上帝用婴孩耶稣这个记号，给这些人泼了一头冷水。如果说连道成肉身的圣子耶稣都要如此谦卑的仰赖上帝的全能，那更何况是我们呢？更何况是我们这一群有罪的人呢？上帝果真是要赶散心里妄想的狂傲人。上帝赐给玛利亚恩惠，如今一样赐给我们。耶稣在他的生命中，也在我们的生命中。盼望我们都能像玛利亚一样，对上帝充满信心，谦卑顺服上帝所量给我们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要注目的是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婴孩耶稣啊！我们生命里面的耶稣，是不是在我们的里面有慢慢的长大？在圣灵的保守底下，愿我们都能像玛利亚那样，充满信心，颂赞上帝，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以上帝我的救主为乐。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圣子耶稣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
成为我们在这个世上得以做光做盐，得以活得有价值的一个记号。主，这样子的恩典真的不是白白领受的，是你牺牲你的圣子耶稣才能换得的，但是你却把这样子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凭着信心来领受这份恩典，让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都可以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渐渐的成长，作王掌权。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咱来用信息回应主的教示。信息第91首，信息第91首，圣经耶稣对天降临，请咱起立来吟。Oh
坐。这是要来进行圣礼典。首先，今仔日有2位，一位姊妹要来行洗礼，另外阁有一位小婴孩，小婴儿嘛要来行洗礼。但首先是我们首先举行成人洗礼，成人洗礼之后，我们会进行小儿洗，接着我们就领受圣餐。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吩咐的话。伊对世人中国活了后，要上天的大神有讲：天顶地下的权已经拢总予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既然我所有命令恁的，着教是因手，搁我日日甲恁伫地。到世间的落尾，这时候我们请要洗礼的邱千惠，来到台前。再往前站一点，再前面。这个时阵，你要告别你的信仰，搁伫上帝的名来受洗。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你的罪得到洗清去的记号甲印证，并且借着这的信心甲基督结连，得到顶头生。这时你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你的信仰，来应答我所要问的。第一。你有相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无？你有诚实反悔你的罪，也信靠基督耶稣救赎的功劳啊无？你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圣道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无？邱先惠，我只是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阿门。我只是来宣告，邱先惠，你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宣告这个信仰。我靠教会头耶稣基督，也是咱的大神君，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建成小会官兵，接纳你成做陪参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信仰一切恩典，阿门。好，我们一起来为千惠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从小引领千惠就进入主日学，学习你的律例典章。他一生到如今，他都把你的律例典章放在心里，默默思量，一生走在你的道路里面。感谢主，你的圣灵在他从小接触主日学教育之后，虽然他有一段时间离开教会，主，但是主，你已经看见他，你已经眷顾他。如今主，你又把他牵引回来到主你的羊圈里面，进入到属于主你的教会里，让他真真实实的在现在受洗，成为主你的儿女，他的名字就被记在主你的生命册上。主，这样子的恩典何等奇妙！主啊，我们也愿主你的圣灵继续保守复庇他，在他未来一生的年日，主他都要为你做见证，成为这世上的光与烟，让他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主，我们这样子的祷告感谢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感谢你，感谢主。好，我们请小会员来接纳。
教会一样有准备成人洗礼证书，姓名邱千惠，主后1965年8月30日出生，主后2021年12月19日领洗此证，愿上帝赐福。教会也预备了一本圣经要送给千惠，愿上帝的话语成为他一生的指引。好，这里我们有我阿嬷，我们的教会的长辈要给千惠的祝福。如果有亲人要这个时候亲友要送礼的，也可以一起来。好，我们请。我们先一起拍个照。我们先拍。你们往上站，我在中间。上帝说：“一人得救，全家就必得救。”我们希望这整个大家族都能够进到上帝的国度里面。愿主的恩典复庇这个家庭。可以吗？我会挡到你吗？口罩可以拿掉。口罩拿下来。好，恭喜他们。好，请回去坐。还没。接着我们要举行幼儿洗。这位婴孩非常的特别，他在肚子里的时候，我们就好多只眼睛盯着这个婴孩从凯华的腹中慢慢的长大，然后出生。主耶稣说：“让小孩到我面前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正是这样的人。待会要举行幼儿洗礼，在这样的幼儿洗礼过程当中，或许有人会说：“这个孩子都什么都不懂啊，哈。”没有错，他现在还不懂，但是当他洗礼的这一刻，上帝的恩典就跟随他了。上帝的恩典，所有上帝一切的应许，就在他的身上。要慢慢一样一样的显明，这是非常重要的，非常美好的一个祝福。当然，因为他还不太明白圣餐的道理，就是他还不太懂得耶稣基督如何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所以呢，他还没有办法领受圣餐，一直要到他成人之后，他用自己的意志再一次的在上帝跟众人面前坚信的那个时候，他才能领受圣餐。好，今天
你们带着你们的孩子盛宴赖盛宴，要来领受洗礼。你们要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来代替这个孩子，来来做信仰告白。当然，我们要先请凯华来回答，那请爸爸就在旁边聆听。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灵做你的保惠师吗？有。你当倚靠上帝所赏赐的能力，将基督的真理及信徒的责任来教导圣宴，要用祷告以及你好的行为来培养他，让他所行都合于上帝教会的法度。你要如此行吗？这个孩子睡得非常的安稳，大家看一下好了。有够高追。赖盛宴这时候用水给你施行洗礼，让你归于父子圣灵的名。阿们。牧师这时候来宣告。赖盛宴这个孩子已经在上帝跟众人的面前施行洗礼，所以他也归入上帝的教会。虽然他还没有办法领受圣餐，但是所有上帝所应许一切的恩典都将临到他，那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这个见证人。所以在教会的孩子，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他属灵的父母，一起协助小赖跟凯华一起来扶持他、培育他、保护他、爱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让伟韶愿意尊重凯华的信仰，他也乐意看到他的孩子在上帝的保守底下，从这么幼小的时候就接受洗礼。主，这是圣灵的工作。主，我们感谢你，求主你的恩惠一生一世跟随着盛宴，让他一辈子走在主你的道路都不偏离。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都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也请小会员也来接纳。我们没办法握手了，我们就稍微给他摸起来，安尼就好了吼。我们一样有准备小儿洗礼的证书，还有一本圣经。赖盛宴主后2021年11月6日出生，2021年12月19日领洗。此证愿上帝赐福。我们请爸爸来带领。还有一本新儿童圣经。好，这个圣经故事，当然我们会想说，孩子怎么听得懂、看得懂呢？当然，这个就是要交给他的父母，每天读给他听。好，所以这个重责大任就交给父母了。来，恭喜！好，我们接下来还有社青也是用online阿嬷也一样给受洗的小孩有一份礼物，一份心意，小小的心意。那我们社青呢也有代表。因为他们都是在社青团契聚会的，社青代表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们。好，我们一起合照，一起拍照。口罩可以拿起来。好，恭喜他们！
这时我们来举行圣餐，请献开圣诗218首，圣诗218首。主，我打就近爱见你的面，咱来吟全首，咱坐底吟就好，咱坐底吟就好。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袂去杀伊。”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凡到我面前来的，绝不饥饿；信我的，绝不干渴。凡到我面前来的，我绝不会舍弃他。”这是咱照主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咱请听主耶稣设立的圣餐话，就是照保罗所讲。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乎你，就是主耶稣互人话迄暝有摕饼祝谢，对伊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呢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行呢来纪念我。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搁来。”这时，我们领受圣餐大圣，咱同心来祈祷。特别上帝，阮这时照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是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恳求主你圣神即时来圣别阮，也圣别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互阮通过食的，会当成做主你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主，阮知，因为你的恩典，互阮会当对这个圣餐得到灵魂的培养。恳求主你圣神帮助阮，互阮灵魂要哪加天，听你的心也哪来哪深。愿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你拍破的，你着行呢来纪念我。”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舍的，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请服侍的长老。
如果你已经按照教会的规矩有接受洗礼，你就可以来领受圣餐。如果你还没有领受洗礼，或者是你在幼儿的时候洗礼，但是你还没有坚信礼的，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位置上默想耶稣基督的恩典也领导你，耶稣也爱你，他为我们每一个人舍弃他的生命，为的是要挽回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上活得有价值、有光彩。我们请，如果你有在1楼或者是4楼、5楼在看直播，在副堂，也请你来如果你可以领受圣餐，请你移步到2楼礼拜堂的门口，或者是3楼的门口，也来领受圣餐。每一个人手中拿着小小的一块面包，象征着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合一。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不可分割的肢体，但是主耶稣他将他的恩典分赐给我们。借着这样的圣餐，我们知道在这个奥秘里面，我们在主里面，主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像葡萄树的枝子连于他。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我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一起来领受。吃了后，也安尼旁过讲，这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肺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请服侍长老。
这个杯就是信约，伫基督会所设立的，今仔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伊，咱同心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国来。咱同心来祈祷。愿全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搁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阮真正是圣经奥妙的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予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打以后，拢会荣光主你的圣名，予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这时搁来吟圣诗218首，咱来吟第30就好。圣诗218首第30。咱来进行奉献，请招待者来进行。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歌，奉献诗歌有印伫周报头前面。
请坐。请坐。这是要来进行各团契的庆典活动，咱请易吉牧师来主持。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一样在礼拜当中，但是我们一样要举行这个庆典。那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就没有特别在下午一个活动。但是在礼拜当中有一个很特别、很深的意义，就是我们相信众天使跟我们一起来欢庆救主耶稣基督降临。所以我们等一下一样可以鼓掌，可以拍手，那个是没问题的我们将一切荣耀都要归给上帝。我们每一个表演者也是将我们最好的来献给上帝。所以我们一开始，要开始进行牧师要变装一下才要这庆典才要来开始你们可以先下去。要笑大声一点，来笑。好，首先我们欢迎我们连长的长辈松联团系上场。我们松联团契今天带来2首诗歌，齐声来赞美有福气的人。我们松联的长辈平均大概将近80岁，那每2个礼拜会有一次的聚会，他们从年轻一直到老，一起对这个信仰不离不弃是不是爱看后壁？
感谢松联团契的这些长辈们，教会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有年长的，那也有非常有活泼的一群年轻人。接下来我们是青少系，那可能大家要带一下自己的那个手上的那个有印的纸哈，不然他们等一下在读什么念什么，你们可能也听不是很清楚哈。好，接下来我们欢迎青少系，他们带来的节目是《渺小的贵重》，掌声鼓励鼓励。开了吗？你开了吗？开了。又粘到了，靠背。从来就没有想过，那渺小的我，能遇见你，想出现在梦里，而如此幸运的我，因你的拯救，拯救我离开失落的荒原中，不再是为懦弱，不再失望的活。想法不知方向，苟且偷生找不到盼望，等着被带在他们笑我身上，直到出现了荣光，开始燃起早已被扑灭的斗志，即使这条路上依旧盲目的行驶，因此我低头想如何冲刺，去让生活更充实，让我的梦想不再受制，把梦拿出变成了真实。在他出生之前还没弄明白的道理，我根本没有天分，甚至有那个造诣。照理来说，羔羊一样的能被料理，没关系，只要问让人空气活着到底什么意义？自己越来越看不起自己，你这种货色谁敢会给你依靠？符合别人的期待，你的价值已经无限缩小，你只是毫不起眼的配角，鲜花像没人观赏的肥料。于是那个夜晚，你的诞生，我学会了祷告，你也不吝啬的为我创造梦想的跑道。回忆的真理，谁也别想仿造，也只有你说的话。让我去学习仿效，现在照，现在变，一路在变。忘了当初你彷徨过，我彷徨过，这都是必经的道路。至少写了不少28时，你完全记那3年给我天赋的天赋。就当获得这一切筹码被我翻倍成生，不管3天，我看3拳流动3000，即使跑到磨破了双脚，我也不想蹉跎，我要更用力为了我的信仰而活。如果这是我最后一次发动进攻，这次绝对不再放弃，像是 LeBron 切入禁区，单手暴扣，击败彷徨这辈子不再平平，永远普普通通。我从来就没有想过，那渺小的我，能遇见你，想出现在梦里，而如此幸运的我，因你的成就。拯救我离开失落的荒原中，不再是为懦弱，不再失望的活。于是我继续的跑，继续的找，这是没来不及的沙海，继续找什么？我根本完全不知道。因为会被干枯，终点还没有到，现在还早，就赶快持续希望，想要逃跑。终于遇见你诞生的时候，拯救我身上的罪恶，心中的紧张早已消失，不再忐忑。不完美的我，也能因为你的带领，逐渐卸下内心层层的枷锁。Can you feel me？ 甚至还是带领，让我了无牵挂，在生活闯荡，不失去信心。反正人生失意也别来自甘堕落。人生十之八九，不如意就祷告吧，把你的话语传到天空，至少天上有位父亲觉得你还不错。就算再脆弱的羊，终究能看到盼望的生活。别再怀疑你的人生，让他成为最早你的模样人。难道人世间走一遭是为给人阿谀奉承？就像平
平凡的马槽造就不平凡的人物。他所为我做的，必须对生活绝不认输。总有一天能成为最闪亮的珍珠，相信他是我做过最聪明的赌注。你永远是我的后盾，在身旁辅助，不求其他回报，只求我能够进步。或许讲到现在，你还在回忆未来。我跟你一样被他们当作眼中的废柴，随风去吧。我相信你的努力，到明年是笑脸迎接圣诞。我去之前苟延残喘，夜晚不再感到害怕辗转。你的光让我身带任何的理念，再次有重新踏上的旅程。此时此刻，我要将我的装备大幅提升，把我的全部奉献给天赋，完全付出，踏破这红尘。我从来就没有想过，那渺小的我。能遇见你，像出现在梦里，而如此幸运的我，因你的成就，拯救我离开失落的荒原中，不再是唯懦弱，不再失望的活。我从来就没有想过。哦，你会接受如此狼狈又支离破碎的我，是你温柔的双手，哦，拯救了我，不到最后永远都不放手，原来渺小的我，你却堪回归中。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9章6节。来拍照，拍照，有拍照。老师嘞，老师。啊，拍照。好，谢谢新潮气，谢谢新潮气，来，往后面。好，接下来我们欢迎琴社团契。哦。都可以。好，请上场。可以。你讲，你要讲。有。利用刚刚咧准备斗志的中间，我先讲几句话吼。阮无法度像少年人安尼跳唱，总是用讲的，可能还阁会使。人生差不多会当分做3个阶段。第一个，对出世到中成到你20外岁，这个中间，你钱无，身体好，时间有。第二个阶段，当你结婚、生囝了，有家庭了后。你差不多事业也真发展，迄时钱有，身体也会减落，总是无时间。到了，当你趁一段时间，你的年岁差不多爱退休啊。那安尼，迄个时间，你钱真济，钱有，时间也嘛有，总是身躯走落去。所以。人生差不多爱有，咱每一个人拢有爱有一个5本存折，5本存折就对啦吼。
第一本健康存折。你的身躯若健康，做代志真简单。咱俗语讲，巧的顾家伙，啊是咧，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若是讲你的身躯若顾好，等于就是甲你的事势咧顾家伙。第二本，你银行口座爱有钱啦，银行口座若无钱，可能要做代志就无较遐简单。第三本，专业准则。国语讲，一技在身，受用无穷；一技在身，受用无情。所以讲，这若音若听毋对，恁才会知影讲我讲毋对啦吼。所以讲，你有专门的迄种技术，伫你的身躯是人找你，毋是你找人。第四本。人脉准则，你若是讲，交朋友真济，交友广阔，要做代志真简单。国语讲，有关系就没关系，若没关系就有关系了。所以讲，老辈人一直甲咱讲，着交关公老辈，毋交拿头得志。所以，咱要找朋友、交朋友，爱看好真、认好明，较免歹事连连。第五本，幸福准则，请同工上台。咱一个人。对出事了后，总是到成人爱要有结婚。一个老母，甲伊的查某囝送伊一本存折。查某囝想讲，哦，阮老母就足有钱的，这本存折内底无100嘛50啦。俺搁拍开一个看，内面1000块啦。查某囝问伊的老爸讲，问伊的老母讲，这1000块什么意思？老母讲，查某囝，恁结婚了后，世事，你若做一件代志，互你的丈夫欢喜的时，你爱叫你的丈夫寄1000块伫这本存折内底啦。若丈夫做一件代志，互你感动的，换你就爱寄1000块伫这本存折。安尼，经过几年后，有一天，这个查某囝啼啼哭哭转来，甲伊老母讲：“我要离婚啦！”老母嘛想无啥物话通安慰这个查某囝，就。了后，甲伊查某囝讲：“安尼啦，恁都有一本共同的准则，安尼去甲领出来，将一半去开学完，开了恁才去办离婚啦。无法度啊，这查某囝就安尼照做，要去开伊的钱，要开的时想着讲，我这头1000块。”是我怀孕的时安尼，丈夫安尼透暝落雨，毋惊寒，安尼去买一碗烧的来互我食，想了实在是内底是食迄落，所以说马上食袂落，开袂落啦吼。伊的丈夫呢，想着讲，伊的太太为伊生产，所以。马上呢，为伊的家庭咧着磨，所以马上开袂去。结论真侪种，我无要讲，大家来想。总是婚姻是两人共同伫咧拍拼，共同伫咧经营。
所以讲到这，我有准备6字，要互大家来读。我虽然会晓写，我是看人写的，不过读我嘛煞袂晓读啦吼。所以头一字，这个做生意人上爱。日有才啊，日见才。对，日有见才。啊，你要来读日有见才吗？是无？一音者尔。对，一音尔。哎。一音尔。读做日有见才吗？毋是。毋是，来，在人来，give me five。在了，我无人在哦。无。哇，起来，安尼，啊，我毋知公布。对，公布答案。来，这里读做挑啦。哦，挑啊。挑啦，生意人上爱挑啦，对无？挑钱的挑啦。挑啦。但顶面顶落有在场无？人唔对，请指正吼。无。搁在第二呢，哇，日进斗金啦，这嘛是生意人上爱的。安尼，知影无？公布一个啦。日进斗金啦，安怎读？读做中啦。哦，中啦，中啦，中。哎，中啦，读做中啦，读做中哦。过来，第三呢，恁兜有黄金万两，黄金万两，哇，即嘛毋知几啊亿啊啦。读做布啦，布有的布啦。哎，读做布啦吼。圣经讲布有的人的布啦。所以布有的人，恁兜拢放黄金1万两咧哦。第四呢，招财进宝，这做生意人嘛真爱。安尼，啊，读做啥？读做啥？读做招来进宝，唔对。来，公布答案。猫是啊，猫。哎，猫。哦，猫是啊，嘿，猫。嘿，猫。过来，你若有学过孔明的话，孔明的智慧，安怎叫做啥？跳。哎，对啊，哎，对，什么人讲的？跳一个人讲。哎，对，跳，你真巧，你真巧哦。哦，你有够巧。你真巧哦，嘿，你的子女有读过孔明的话，就真巧就对了哦。好，最后一个字哦，来。满岛顶拢有山珍海味。山珍海味。你安怎？满岛顶拢有山珍海味，放伫你遐。讲肥啦，肥啦，食到肥的肥啊。毋是，你会马上甲摔落去啦。哦，摔啦，摔啦。哦，来，过来。还佫有啊？精彩伫遮。啊。今仔日7杯祝福要互恁。好。我请问大家，你的手中有100块的，有1000块的，先摕来互我好无？无哦。好啦，你好啊，你烦恼。无，我有准备吼。啊，所以我也是啊。啊，这个7杯祝福拢是阮的哦，拢是阮台顶3个尔哦。好。大家无分哦。哦。好。来。哦，真正嘞。来。要也钱啊？这个假。好啦。这张啥？这张啥？迄100块对无？啊，这张偌济？哎呀，啊，毋过咱敢若垃圾的，搁甲7、6千二看卖。嘿，甲7、6千二。啊，因咧创啥？切钱啊。因咧创啥？啊，这张偌济？ 100啦。啊，着咧饲啦偌济？哦，700。
嘿，啊，这张咧7000啦。对啊，啊，上帝祝福伫遮啦。好，谢谢，谢谢啦，上帝一个。多谢。好，谢谢群社传奇的妙语如珠啊！好，我们接下来欢迎儿童主日学，来，掌声鼓励。真的。加油！对，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喽。小朋友记得哦，口罩拿掉，唱100分哦，然后记得要，小朋友记得要圣诞快乐，耶耶！快点，小光，好，小朋友把口罩拿下来哦，来。多多，你吃东西吧，小心。来，中间一点。来，中间一点。来，你站在这边，换个位置，下来一个，再下一个，再下一个，好，再下一个，我们到这边。没有，我想站那边，哦这边。啊，好了，站这里，他们叫小猪。好，再来掌声。就是爱哦。像是期待看见我圣诞夜夜，古老星空下，牧羊人南岛用爱盼望就在那马槽。我知道这是上帝爱我的记号。你知道有位救主叫耶稣，他就是爱，永恒的爱。我知道他是那黑暗不再惧望迎来，别再等待，跟我起来，将心打开，你会发现这就是爱。十分像是熟悉感觉，期待看见我圣诞夜夜，古老星空下，牧羊人难得用爱盼望就在那马槽。我知道这是上帝爱我的记号。你知道有位救主叫耶稣，他就是爱，永恒的爱。我知道他是那黑暗不再惧望迎来，别再等待，跟我起来，将心打开，你会发现这就是爱。我知道这是上帝爱我的记号。我知道有位救主叫耶稣，他就是爱。来，我们大家跟着拍手啊！我知道他是那黑暗不再惧望迎来，别再等待，跟我起来，将心打开，你会发现这就是爱。就是爱。 5、6、7、8，圣诞快乐！耶！照相，我们邀请所有的老师跟家长上来。来，今年邀请家长一起上来一起拍照。来，来家长来，不用再录了，上来。家长来，来家长来，快点，家长代表，还有老师。 好，牧师也要来，来快点快点。
谢谢儿童主日学。接下来我们要教会的妇女团契，大家尖笑声一定要出来一下，妇女团契欢迎！要交个美丽哦！哎呀，个阿嬷啦，哎！耶！他们带来我要全心赞美啊！来 ，Go！ 音量可以开大声一点。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直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约，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来，大家一起来！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永不息。是呀是呀！哦，你看莹莹姐，哎呦，哎呀！拍照拍照拍照！感谢感谢谢！好，来我们压轴。好，接下来我们压轴欢迎我们的社青团契，晋南美女。我看一下这样，这样有吗？有。
还会重放一下，那下面声音可以再大一点，可以再推一点，再大一点点。忧伤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灯火它不追熄，生命气息向我吹起，你同在，永远都不曾离开。你是我盼望路晨曦的光，指引我的道路有力量。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牵引我前方路有指望。晨曦的光，指引我的道路有力量。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牵引我前方路有指望。晨曦的光，指引我的道路有力量。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牵引我前方路有指望。你定恒双手，你为我舍命，得胜的盼望都来自于你。日月和星辰在你手里，我气息，我生命都属于你。你定恒双手，你为我舍命，得胜的盼望都来自于你。日月和星辰在你手里，我气息，我生命都属于你。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指引我的道路有力量。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指引我前方路有指望。这个是社青为大家准备的圣诞小礼物。在耶稣降临的日子，祝福大家都保有对生活和未来的盼望。那现在也邀请大家拿出袋子里面的小蜡烛、小烛灯，帮我点亮它，然后一起跟着我们一起唱这首歌。你的双手，你为我舍命，得胜的盼望都来自于你。日月和星辰在你手里，
我气息，我生命都属于你。来，3楼的把那个蜡烛拿出来。你的横双手，你为我舍命，得胜的盼望都来自于你。日月和星辰在你手里，我气息，我生命都属于你。你是我盼望如晨曦的光，指引我的道路有力量。你是我盼望如星宿的光，牵引我前方路有指望。现在我们邀请弟兄姐妹在此刻闭上眼睛。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刻，耶稣降生的日子，默想2021年我们与神的关系。虽然今年遇到疫情，让我们的生活、工作上、经济上有了许多改变与挑战，但因着耶稣降生，道成肉身，为我们钉上十字架，救赎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依然仰望他，在即将到来的新的2022年，充满盼望与他同行，走到他所为我们安排的人生道路上，因为他掌管日月星辰，我们的气息与生命都属于他。感谢主。我气息，我生命都属于你。我气息，我生命都属于你。祝大家圣诞快乐！谢谢。好，我们把下午报佳音，我们还会继续用哦。那个灯先关起来，节约了，对不对？来，我今晚要来报告哦，咱今仔日是圣诞节主日下落礼拜，所以咱有新的朋友，咱就无一一介绍啊咱就以遮咱用普话声欢迎今仔日第一届还是久无来教会做礼拜，来听这来，咱用普话声欢迎。那今天千惠寿喜他的家人都有一起同来我们会后可以有很好的交谊。那我们来看咱。本周的主会活动，等这部车，请咱大家来看。首先做准备。大岛的事项，咱麻烦请继续关心大岛。团体消息，我即马来报告。咱本周日是圣诞赞美礼拜，联合庆典是由圣歌队、敬拜团代表以及牧师点燃基督之主是世界之光。那我们很感谢各团契，就是把最好的我们献给主基督，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他。那我们恭喜千惠姐妹完成洗礼，那接纳为本堂陪参会员，也恭喜那个凯华那个跟小赖盛燕小 baby 完成小儿洗礼，我们受接纳为本堂为陪参会员。那愿主基督恩典丰富他们未来的每一天。那本周日下午4点，咱有社区报佳音社区报佳音咱这个报佳音的路线是以建成公园、宁夏夜市建成圆环为主那么用咱的大同地区、咱大同区咱的厝边隔壁朋友一同传扬主耶稣诞生的讯息。那有要搭咱意爱要下晡有要跟我们一起去报佳音的，欢迎，就是我们礼拜后我们可以留下来我有准备个简餐，因为我们4点要报佳音，回来后也有一个火锅那下晡下午2点到3点半，咱有建成篮球队要举办3分球大赛这是技术挑战赛有颁奖典礼欢迎咱有会当去参观加油
2002年1月2号是合堂礼拜哦，礼拜中咱要举行团契会长辅导就任，那我们请这些团契会长辅导要预备1月2号。团契消息咱来看，12月25到26拜六后礼拜拜六礼拜，信华队要举办2天1夜的退休会，要到新竹来富度假村。那后来是明年妇女团契聚会时间调整是每礼拜六下午4点，为明年开始哦，每礼拜下午4点，像妇女咱遮姊妹会当做伙来参加妇女团契。奉献的面世，搭迄个请咱大家来看，毋对，咱请向咱的处长干事更正。咱请咱起立来吟上吟，信息第510首，510首，请咱起立来吟。咱的主耶稣搁起来，互恁伫逐项好事完全来行伊的旨意，愿荣光归伫伊，代代无衰。阿门。这时候我们要由我们的乐团带来我们最后的会后诗《太阳要升起》，我们一起来唱。那个监听帮我们开一下，谢谢。手向前走，即便跌头松手，你依旧用力爱我。大雾总是弥漫，使我皎洁迷惘。温暖的手牵引着说，我就是光。现实使我心里憔悴，无从抵挡。心事的你带来永恒爱与盼望。太阳再次升起，我看见你星光再次美丽。你无与伦比，从高山到谷底。你一直都在这里，太阳再次升起，我看见你星光再次美丽。你无与伦比，从亘古到如今。不用说明的奇迹，太阳再次升起，我看见你星光再次美丽。你无与伦比，从本家到地极。耶稣是爱最美的印记。
拿出刚刚那个小灯，好不好？等一下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我们一起拿起来。然后后面的帮我关灯一下。杂物总是弥漫，使我脚陷迷惘。温暖的手却引着手，我就是光。现实使我心里交瘁，无从抵挡。全是的你带来永恒爱与盼望。太阳再次升起，我看见你星光再次美丽。你无与伦比，从高山到谷底。你一直都在这里，太阳再次升起，我看见你星光再次美丽。你无与伦比，从亘古到如今。不用说明的奇迹。一起来 ，Come on！ 太阳再次升起，我看见你星光再次美丽。你无与伦比，从本家到地极。耶稣是爱最美的。太阳再次升起，我看见你星光再次美丽。你无与伦比，从本家到地极。耶稣是爱最美的印记。祝大家圣诞快乐！感谢主，今天的礼拜与团契庆典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上帝祝福大家。拜托闭会。